香港咧就第一次咧舉辦呢個世界級別嘅國際象棋賽事啦。咁我哋團咧就好榮幸咧獲邀派隊呢個參賽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咧，係俾大家青少年咧，我哋嘅青少年咧能夠向啲頂級棋手咧學習同埋偷師交流。咁啊，棋藝比賽咧，除咗比拼技術之外咧，咁啊，心理戰都係非常之關鍵。咁啊，現場個比賽環境氛圍咧，啲棋手咧係認真專注啦，嗰種緊張啊、壓力咧，對於小朋友、青少年嚟講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臨場比賽一個寶貴嘅經驗。咁啊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爭取到咧攞到呢一個最終賽事嘅冠軍獎盃呢一個。雖然咧佢跌跌咗啦，但係都知道咧有唔少嘅世界各地嘅棋手咧，絕對具備呢個1000分以上邊嘅實力嘅。咁啊，希望咧我哋啲年輕嘅棋手咧能夠認真作戰啦。咁啊，同世界各地隊伍嘅棋手咧係互相交流，認識下佢哋唔同嘅文化